等等。有啦大家好 ，Hello， 哇，我哋今日陣容好豐富啊，因為有個重量級嘉賓咧，阿洪修女已經坐喺度等大家，同大家傾偈啦。洪修女跳咗出去啊。我又有等阿洪修女慢慢翻嚟先。咁我哋喺呢個時間講少少先啦，因為咧我哋3個都已經係洪修女嘅一啲非暴力溝通、善意溝通嘅學員啦，所以對我哋嚟講咧，非暴力溝通、善意溝通已經融入咗喺我哋嘅生活嚟嘅。容許下我呢少少嘅時間啦，等大家咧了解下非暴力溝通究竟係乜嘢嚟嘅咧？咁我哋介紹少少嘅歷史啦，再等一等阿洪修女慢慢。咁咧，而家咧其實如果咧大家打開個網頁啊，或者收到好多嘅信息咧，都聽過咩叫非暴力溝通。咁原來咧，非暴力溝通咧就係源自馬歇爾盧森堡博士喺50幾年前推出嘅一個理念嚟嘅。雖然我哋今時今日咧用喺生活上啊、職場上啊、親子關係上面咧，但係其實盧森堡博士咧好早已經將呢個理念咧用喺咧國家同國家之間啦、一啲衝突啦、地區啦，發覺呢一樣嘢咧，呢一個理念咧非常之有效。然之後咧，經過佢多年嘅琢磨啦，出咗一本書啦，叫做《非暴力溝通》，源遠流長咧，去到50年。咁亦都好榮幸咁樣咧，世界各地各方面都有人去推廣啦。而我哋澳門咁幸運咧，就有洪修女將呢個非暴力溝通，亦都係善意嘅溝通，就帶入咗嚟澳門。而通過我哋素養培育及發展協會咧，呢幾年喺疫情呢3年咧，哇！我哋收穫非常之豐富，因為我哋咧由2021年我自己啦，都係開始接觸非暴力溝通同埋善意溝通呢一樣好嘅一個生活嘅一個理念，同埋一啲實踐嘅技巧。咁一陣間大家咧都可以作啲分享，但係喺呢段時間咧，我先交俾阿洪修女為我哋介紹翻呢一個善意溝通喺澳門啦，喺佢個人一啲理念上面啦。嗱，喺洪修女咧，我哋就非常之熟悉啦，因為我真係識咗佢好多年啦。因為咧，跟過去學咗啲咩咧，非暴力溝通嘅初階啦、進階啦，甚至一啲衝突嘅調停，真係學到好多嘢。另外咧，洪修女本身咧就係一啲社會工作嘅事務啦，同埋佢係對於呢個非暴力溝通自己都有好大嘅領略。而且一個最重要咧，洪修女本身都翻譯好多相關嘅書籍。佢本身咧亦都係去台灣人啦，但係佢去內地咧專程去做好多嘅培訓，甚至最近咧，我聽洪修女講下，我哋一啲社會工作上面嘅人學員啦，都有跟佢學善意溝通嘅。咁洪修女，你不如同我哋介紹下你對善意溝通嘅睇法啦、領略啦，同埋喺澳門嘅狀況又如何，帶一啲信息俾我哋啊？喺呢部分交俾你啦，我又坐喺度學習啦，我又成為你嘅學生。好，講普通話哦，好，講普通話得噶啦。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什麼叫做非暴力溝通。好，以我的理解，然後非暴力溝通最重要的一個核心就是人與人之間產生一個連結的關係。好，那非暴力溝通它本身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先從我們自己開始，先跟自己產生連結，然後再透過自己連結之後做一個同理，然後再跟別人做一個同理，然後一個互動的關係當中讓我們的更了解彼此發生了什麼事情，然後呢，這件事情對你跟我的影響是什麼，然後這影響底下是因為我們都在乎什麼樣的事情，或者在乎什麼事對我們是很重要的，然後我們可以跟對方提出什麼樣的方式，讓我們在這個互動當中能夠更好的方式來增進彼此的了解，或者是彼此一個互動的形式，然後
是一个更和谐的方式啊。所以这个非暴力沟通，它有一个很简单的、很容易操作的一个4个要素跟2个部分，然后这个4个要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也就是透过观察我们眼睛看到、听到的，然后这个听到、看到的就会刺激我们有感觉出来，我们的感官或者是我们的情绪就会有产生。那这个感官跟情绪底下就是有一个我们很在意的东西那这在意的东西里面跟我们深深相系的一个生命的重要的因素，我们可能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可能在乎别人能不能肯定我们，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快乐或者愤怒。好，当我们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会很生气的。譬如说如果说我需要别人能够欣赏我可是刚好对方用一些批评的语气来对待你，说哎呀你怎么这么丑你怎么这样穿这个衣服老里老气的这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很难过，有点伤心或者有点失望然后呢当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之后，我们可以跟对方提出说，你这样说我的感觉不是很舒服。诚实的面对自己，能够也就是意思就是说诚实的表达自己，不带批评跟指责。然后我们去听听别人为什么讲这句话，你怎么这么丑你穿的衣服怎么这么老气。其实每一句批评的后面每一句的抱怨后面就是有一个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他这个抱怨或者是对你的批评，其实因为他不知道用更好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你的关心或者对你的在乎，所以他只会说哎呀你怎么那么丑，或者是你穿的衣服怎么这么老气然后呢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对方，他这句话背后其实他也是在乎你的，重视你的，只是他讲不出来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一个非暴力沟通一个诚实表达，那同时我们能够很尊重的去聆听对方他也在表达了什么，他看到了什么，然后呢他有什么样的情绪跟感受，然后这个情绪底下是因为他在乎什么，他在对你提出什么样的请求。因为我们从小都没有学会怎么样好好的表达自己，我们都是从小被我们的大社会环境所压抑了，然后所以呢我们出来的话语常常都是让人家很不开心的那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多我们过去种种带来给我们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冲突或不快乐，那过去带给这些的负面的经验真是让我们日子越来越沉重。可是我们学习非暴力沟通，可以重新的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然后一个新的转换转变一个说话的方式，然后也怎么样学习怎么样去重新去听别人怎么说话，而不要去对号入座。好，我大概先接到這樣子。不要對人哋講嘅嘢，我哋對號入座，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咁馮修女頭先就解釋翻咧，頭先非暴力溝通咧就有4個要素啦，觀察而不評論啦，我哋嘅感受啦，原來我哋有好多內在嘅情緒係嚟自我哋嘅需要未被滿足，同埋當我哋想改善同人之間嘅關係嘅時候咧，我哋提出嘅請求嘅一個力量。咁其實咧我唔需要做廣東話嘅，因為咧洪修女喺度講都聽得明我講乜嘢嘅，所以咧我想話俾你聽咧，通過非暴力溝通，我絕對係感受到咧呢個世界咧真係好多元同埋好融合嘅。咁咧我哋因為我哋都係洪修女嘅學員啦，我哋3個基本上係同步學咗呢3個階段嘅非暴力溝通，不如大家都去分享下同修女有啲互動啦。我哋係學嘅過程之中，初接觸非暴力溝通有啲咩感受啦，同埋即係經歷咗，如果
簡單2021年到而家都差唔多2-3年嘅時間，我哋點樣去面對我哋嘅生活同埋家庭啊？俾啲回饋啊！洪修女咧，洪修女又繼續指導下我哋，同我哋平時一啲溝通嘅方式有啲咩唔同咧？通過喺非暴力溝通、善意溝通呢方面，我哋有啲咩領略咧？鍾媽媽講先。OK。你感受都唔少啊，所以我一定俾你先嘅。感受唔少啊！非暴力溝通講緊過去啦，真係唔識溝通嘅，唔識溝通，其實不斷地去揾，都揾過好多方法去提升自己嘅溝通能力啊，又或者一啲係技巧，咁但係會經歷係咩咧？都唔容易去掌握嘅，因為你對嘅唔係一個 Q&A， 你對嘅係一個人。呢個人不斷地去變化，而有時候喺溝通嘅模式，亦都會去衍生一啲摩擦。而講緊但係我喺學過咁多個方式嘅下面咧，其實非暴力溝通係講緊係真係容易去梳理，因為基於觀察，我又要表達唔委屈自己啊，又表達自己嘅感受，跟住講埋需要，同埋亦都教到我點樣去清晰俾對方知道其實我哋下一步，我哋之後要點樣去做，即係呢幾個步驟係相對係對於要去管，又要同老公溝通，同個仔溝通，唔同嘅人溝通下，係容易去梳理，容易梳理啊，唔代表容易做㗎需要好多附帶條件去支持，包括係講緊究竟其實我哋講緊我哋批判其實冇難度隻手指向外指係好容易，但係原來由開始學習嘅時候，去講出我嘅感受，可能我嘅感受覺得委屈，或者我嘅感受覺得好焦慮，或者我覺得我好有壓力，甚至講出我哋嘅需要，其實我都需要肩膀，或者我都需要有人支持。其實講出呢番說話咧，鍛鍊我哋嘅勇氣咯。因為講緊頭先會講緊個社會，我哋環境嘅成長，其實我哋係批判人，我哋學習批評人哋，又或者被批評咧係好擅長嘅。但係當我哋去學習表達我哋自己，其實第一步一定要跨出嘅就係我點樣對住我好親密嘅人或者係家人，去講出一啲我內心嘅說話，而係平靜嘅，唔帶批判嘅。咁呢一個喺我嘅入邊叫做曾經即係面對家人去講嘅時候，跟住就會有一句直情嘭一下就係你可唔可以講嘢正常少少啊？咁你可唔可以講嘢正常少少啊？係啊，唔一定係習慣，咁但係呢一部分亦都又要繼續非暴力溝通，就係我俾咗勇氣先去講呢番說話，但係慢慢就係隨住我哋有善意嘅溝通嘅時候，其實真係會影響咗生活。因為我哋懂得善意嘅時候，其實家人都識得同我哋去善意交流咯。呢一個亦都係分享翻俾洪修女嗰啲真係好似波浪式嘅運用非暴力溝通嘅一個經歷啊，係啊，呢個我有少少見證嘅，真係好開心啊！因為咧，阿 June 媽媽講嘅嘢咧，佢係面對緊女啦，佢個大仔啦，同埋佢老公。佢老公咧，佢係感動到咧，佢係有一個好，我自己第一次見到佢嚟上初階咧，正如阿 June 媽媽講咧，佢真係好酷。跟住咧，我其實都好怕同佢講嘢啊，但係都感動到佢嚟上我哋嘅善意溝通課工作坊喎。咁你覺得對佢嚟講都即係對阿先生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跨越。然之後更大嘅見證就係當佢再進入進階嘅時候，成個人係溫和咗。嗰個即係由我初階唔夠膽同佢保持距離，到進階嘅時候，OK 啦，可以傾下偈啦，可以接受，即係佢問我嘅時候，我都冇咁驚啦。咁哇，我覺得真係好大嘅跨越咯，對一個家庭，基本上係從個人對家庭都好大嘅變化咯。我相對咁當然啦，呢個波浪式咧，我哋都係每一日都要繼續去鍛鍊自己，去提醒自己，係咪啊？阿修女，你有咩回饋俾我哋啊？我相信大家在學習這非暴力溝通的過程當中，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一個很內在的收穫，對不對？收穫滿滿。那相對的，這個收穫的過程當中，我們也散發出給我們周圍的人，他們也享受到我們的改變，對吧？
嗯的内在，然后从内在当中，相对的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也让别人体会到了一个觉得一个是平和的、温馨的一个容易亲近的一个新的人、新的个体，嗯就是我相信大家都体验过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所以我是觉得非暴力沟通本身不只是帮助我们内在能够活出自己更自在，是吧？好，嗯然后相对的在跟别人当中，我们也看到别人的好，别人的嗯美善，所以世界会变得更有希望，那我们就不会愁眉苦脸，哎嗯呀，人不是对，那么难相处的，对吧？嗯，真的是嗯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的眼光，也改变了我们看待别人的方式，是不是？好，對啊。是的，我見到阿偉 Sir 都有留言咧，就話與不同溝通，與唔同嘅人溝通，真係要用唔同嘅方法同埋心態。呢個至於心態嘅時候咧，我就真係諗起非暴力溝通對於我自己嚟講咧，就係對於自我嘅批判啊，同理自己呢部分咧，對我個作用係非常之大嘅。因為佢好好嘅提醒話俾我聽咧，就係話本身我哋自己對於自己嘅溝通，唔好係 before 我哋要去幫助人之前，我哋對自己嘅溝通係點樣咧？同自己嘅溝通係點樣咧？我哋都要睇翻自己對自己嗰種意圖，同埋自己對自己有冇一個愛自己嘅一個心態。如果你唔能夠愛自己，基本上你同咩人溝通都係人哋都會覺得你好負面啊。咁所以我覺得呢方面，首先我哋都即係我都話對各位未必係我身邊嘅人有好大嘅貢獻啦，但係對我自己呢個人生裏面咧，我起碼覺得，咦，原來我可以從另一面去睇自己。係啦，因為嗰種痛苦，如果大家即係都會對自己成日都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啊，做得唔夠啊，或者對自己好多嘅壓力嘅時候咧，我相信大家都會好明白嗰種感受，一定唔好受，甚至令到夜晚可能失眠啊，或者不斷喺內心鞭策自己啊。但係就係通過善意溝通，我哋點樣去善意對自己？原來同理自己去表達自己嘅感受，同埋去承認自己嘅未滿足嘅需要，係一個咁大嘅跨越咯。所以呢個我真係好多謝阿洪修女對我嘅內心，因為洪修女喺工作坊上面係對我哋每一個人咧嘅提問都係好耐心去解釋翻，所以我哋成日上工作坊都係超時，因為我哋問題太多。Abby 你有冇啲想同我哋亦都分享下？我就都好多感受嘅，因為由我以前覺得樣樣嘢都會係批評比較多嘅，即係樣樣都睇唔順眼嗰種啦。即係我發現原來觀察而不評論，開頭覺得好難㗎。原來咧，即係靜落嚟去望清楚嗰件事，其實未必係我哋自己所諗嘅嗰個觀點，即係嗰個自己由細到大嘅一啲嗰啲價值觀咯。其實原來即係多啲同理自己同對方咧，其實原來成件事都唔同咗。即係可以話係冇以前咁即係咁容易嬲啊，或者好執着啊，或者去會係責怪人哋咁多咯。你話完全唔嬲係唔會嘅，即係人有情緒啦。原來非暴力溝通係教我哋會自己係面對翻自己，即係察覺翻自己係有情緒，去自己去觀察翻自己嘅需要，係啦。呢個我成日都忽略嘅，即係我淨係嬲，我唔知點解嬲，總之好嬲啦咁樣，就要揾個方法嚟發泄，即係要可能會鬧啊，或者係即係會係責怪喺其他人嘅身上。跟住而家係即係會真係諗下自己嘅需要啦，對方嘅需要啦，其實係有冇啲嘢有冇啲方法啊，大家可以溝通得好啲啊，令件事即係唔會話更差啊咁。所以即係越上得多工作坊啦，越即係識得點樣去由初初唔識同理啦，而家慢慢知道即係原來樣樣嘢即係
聽多啲，即係聆聽多啲，去觀察多啲，跟住再揾埋佢嘅感受需要，原來真係即係會令到自己係會平靜好多咯。哇，Debbie 你其實係最幸運嗰個喎，你除咗同我哋一齊上3個階段之後，你有補習班上嘅喎。係啊，我有小組練習咯，跨年嘅練習班嘅喎。係啊，個個都會好願意去分享啊，大家互相同理啊。我今日我發生咗啲咩事啊，跟住我又去同理下你，你又同理下我啊，咁樣好好玩嘅。因為呢個真係好睇到洪修女對我哋喺澳門推廣呢個善意溝通嘅用心咯，因為佢真係花咗好多個晚上咧，同一班好有心學善意溝通嘅學員咧去做一啲練習補習班。修女你嘅感受係點啊？你喺澳門最近呢1-2年，你又組織咗一班學員啦，同埋亦都係再重新去即係推廣呢一個善意溝通啦。你覺得各方面澳門嘅人去學呢一個善意溝通嘅狀態如何咧？其實那個 Dave 他們那個小組是讓我非常的感動。其實我在這邊我們也有幾次的那個練習小組，有夫妻的，然後也有就是有一組的人，大部分都是學校的老師，然後接下來我就是陪伴的就是那個 Debbie 他們那一組那我的印象是最深刻是 Debbie 他們這一組，那我就覺得本身他們對這個的學習渴望非常的強烈，所以我就在跟他們陪伴的過程當中我也覺得我受益也很多。那我本身我的個性也就是說，你想學多的話我就更樂意給，那如果你不是很想學的話我也不會勉強按照非暴力溝通就是就是隨意嘛，對不對然後滿足彼此的需要，那我也可以感受到對方的一個渴望，那我就願意給這樣子。那也不是說其他的小組，因為覺得其他的小組本身的那個他們的小組的運作方式，那我會覺得我就可以給他們自己比較自主的部分，然後所以我就沒有花很多的時間陪伴他們。那我是覺得最主要是跟你們的一個在一起的經驗我帶了很多的工作坊，就你們的你們這一群人真的是非常的好學然後呢，所以本來是2天的課嘛，對不對？後來我自動加1天的課，對吧？你們願意問問題，然後願意去探索，我就願意給。那其實我大概是這個禮拜1跟禮拜2，我才跟那個明愛的20幾個工作人員，大部分都是社工，還有心理輔導員，當然還有然後呢，他們上課2天，他們都不問問題，然後就感覺上說沒有一種互動，或許是因為他本身有一些專業的東西背景在裡面，所以相對的就一種要能夠接受一個新的東西，可是那個新的東西對他們來說也不是說非常的陌生，然後也不是說非常的難懂，所以那個相對的那個渴求性就不是很高。那可能你們這些都不是非專業的可是就那個渴求性很高，所以我覺得我很享受跟你們在一起的一種彼此的互動過程，還有學習的過程。你們是跟我學習，相對我也在你們身上學習到很多東西。我哋都有人留言咧，話阿 Vido 留言咧，認同洪修女嘅觀點要好好看待自己同埋別人，先可以揾到真正嘅溝通。係啊，咁所以咧，我覺得咧，洪修女覺得我哋呢班學生好好咧，你自己讚下自己先。主要咧就真係我哋從自己嘅生活或者從自己嘅心態出發咯，因為我哋真係好想對自己一個生活方式嘅一啲改善或者改變嘅一啲渴求出發，所以我哋都係非常之素養培育發展協會啦。其實我哋都係重視一啲家庭嘅一啲教養上面，同埋個人成長素養方面。所以本身我哋自己都帶住呢一個理念去踏入呢一個非暴力溝通。其實講真，認識洪修女咧，
真係一個緣分嚟噶。我哋由讀書會咧係冇諗到係會遇到洪修女同我哋實操呢一個善意溝通噶，所以我覺得咧洪修女同我哋咧應該係繼續推廣。好啦，機會嚟啦，係啊，我哋機會嚟之餘咧都唔少啊，唔係淨係上工作坊咁簡單喎。洪修女咧真係好花心思，佢真係一直講，直至由疫情未完到疫情完咗到而家，佢一直都講咧，佢好想搞一個真係家庭型嘅，唔係1個鐘頭或者幾個鐘頭，真係一個家庭去參與嘅一個家庭型。我哋而家實現咗啦，因為經過洪修女好努力咁樣去組織同埋籌備推動，咁我哋將會喺7月份咧就有呢個善意溝通嘅家庭型。而呢部分咧交俾阿洪修女咧，佢已經嗱，大家有留意我哋平台網頁 Facebook 嗰度啦 ，WeChat 都好啦，我哋已經將所有嘅資料擺晒喺度。但係咧，具體咧都由阿洪修女去再同我哋講下，我哋會有一啲咩特別嘅地方呢？3日2夜呢個時間啦，同埋入邊嘅具體嘅上課時間表都有啦。咁又問翻啦，洪修女點解咁樣設計咧？有啲咩用心喺入邊咧？咁啊，洪修女同我哋解釋啦。好，其實我會就是啟動這個善意溝通家庭營哈，那個來源跟動機哈，最主要是因為真的在我的本身我是個社會工作者，然後我也經驗到很多的家庭來到我的服務的中心，然後看到就是說很多的家庭關係、夫妻關係。甚至親子關係的那種不和諧哈，就是因為溝通不良，那帶了很多對對方的評論，可能也對自己的很多的評論，所以呢，這樣的一個方式對待彼此，就會產生關係上的緊張，然後一個疏離，那甚至家庭的破裂這樣子。那我看到很多的一些這樣的家庭發生，那我相信。越是先進的，或者是現在越文明的一個社會，那這種關係，大家只是不斷的發展腦袋，可是呢，在心理的素質上就缺乏了。然後那個人與人之間的心的關係，所謂的心，心理的心的關係就變得非常的淡漠。然後我想說，我是學習非暴力溝通的，或善意溝通的，那我可以想說，我可以透過這個來貢獻給一些家庭，或許能夠避免走上一個分崩離析的一個狀態。然後對，我就啟動了這樣。那因為要學習一個東西需要一點點的時間去沉浸進入到那個氛圍。然後還有這個環境的打造也很重要，所以呢，我就想，一個戶外的方式，然後3天2夜把你關在一個地方，開玩笑的啦，就是在一個農場，然後遠離市區，然後在一個完全大自然的環境裡面，然後有上課學習，那也有戶外的一些親子的玩樂的部分。所以等於說不是完全的很緊張的一個學習過程，可是也是一種放鬆的。那因為我們也知道很多的家庭利用暑假的時候，然後父母帶着孩子都出國去旅遊可是都是吃吃喝喝玩玩樂樂，看看這些那看那好，可是回來的關係不見得變好，對不對？那我就想說用這種家庭營的方式也是出去玩樂可是又有學習，所以那種我相信經過3天2夜的這樣的一個學習，有很多的一些比較活潑性的一個氛圍，還有方式，我相信那個關係一定會很不一樣。然後呢，所以我的課程內容裡面我們就是有分大人跟小孩的課程，因為大人的學習方式跟小孩子學習的方式是會不一樣的。分開上課，可是等到我們學習到第2天或第3天的時候，我們就要湊在一起啦，把這2天的學習真的要去操練就是要回家之前先練習嘛，到底學了什麼，
好，那或许在那个练习过程当中就知道，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子的，可以操练，回家就可以带回家，还是这样子。然后我是觉得可能就是说在最后一天的那个我们会有个戏剧的表演哈，其实这个戏剧表演就是把我们学习到的东西用戏剧的方式表现出来。那这个表演的方式可能就是以家庭为主，好，然后呢给自己编剧，自己设想一个情境，然后呢把它演出来，好，那这个就是没有一定的版本，没有一定标准啊，可是最主要是也是在呈现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你真的是投入的多少，然后也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短时间内，你要展现一个剧本，然后演出来，是个挑战，可是相对的也是一个激發成長的一個很大的刺激力。好，激發成長，好刺激啊！聽起就是，那所以我們這個戶外的哈，我們也跟那個十里連江的那個農莊，他們有一些農田啊，好。然後所以他們本身也有一些活動，所以我們就想說引用他們的活動，那我們就親子一起下去，然後一起在那什麼割稻子啊，把米啊變成有殼的米變成沒有殼米，然後變成磨米粉變成粉，然後做點心這樣子，那甚至有些一起抓魚啊，好，對，所以一種有點像那個野營的方式，可是又是比較舒服的一個環境跟條件，非常之豐富，聽落都等唔切7月啦，仲要等個6月添。好多時咧，朱媽媽啊，你都對咁多家長咧，喺教養上好多時咧，即係小朋友一啲行為，我哋就推個小朋友去學啦。有時家長咧，好似我哋一班一啲同路人咧，就係家長自己學，但係咧，你有你學，我有我學，翻到屋企咧都冇一個共同嘅語言。而正正咧，通過我哋呢個善意溝通嘅家庭營咧，就係不如我哋一家人去學同一種語言，去學同一種溝通嘅語言，然之後將呢一種愛的語言咧，係一齊帶翻去屋企，從而咧真係真真正正去改善翻我哋家庭嘅溝通狀況。係咪紅修女？係咪咁？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最近嘅我哋嘅工作坊嘅一啲推廣咧，之前嗰個工作坊推廣都收到好多嘅留言，其實都好多家庭親子嘅問題咧。有啲真係其實真係，正如阿紅修女講，佢面對好多社會工作上嘅一啲情況咧，其實有時都令人好氣餒。即係一個家庭親子嘅關係咁親密，但係就因為正正就係溝通呢個問題出咗一啲誤差。而令到成個家庭咧就變咗係好無奈。會係㗎，係啊。頭先講嘅話係啊，有時候我哋都會係接觸好多家庭，我都會一直去覺得好想好想呢一個家庭營而家呢一刻喺度發生，同埋有睇到呢一個家庭營真係非常之幸運嘅。因為講真，我唰一聲盼到個仔都20歲啦。好彩仲有個細嘅可以參加，即係有時候點解會頭先 Isabella 講嘅就係講緊我哋過往好努力喺度學習完之後，但係我哋經歷到返到屋企嘅時候，你碰壁啦，你面對一啲問題或者家人唔理解嘅時候，我哋試錯嘅時間會長，試錯之後會有挫敗感㗎嘛，會有無力感個內在我哋個內驅力或者想做好呢件事，其實我哋都會脆弱嘅面對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家庭營亦都係我一直好憧憬嘅，就係會有一笪地方就係小朋友都要學習㗎嘛，會用返小朋友嘅方式去教佢，而我哋大人都要提升我哋嘅認知，我哋知道其實溝通唔係我哋想象中咁難嘅一件事，而呢一件事點樣令到父母同埋小朋友喺馬上一個現況入邊可以經歷咩咧？經歷由概念去到試錯完之後，即係試錯就係俾我哋真係3日2夜咁樣嘅親子營去體驗一下。原來呢一啲係會有火花去產生。咁火花嘅時候，
即刻會知道我哋點樣去透過一啲方式嘅調整啦，我哋點樣係透過一個同理他人啊，表達自己啊，講出需要等等，去進行一個話劇，其實係非常重要嘅。因為有時候我哋上堂概念什麼都聽得懂，但係一做出嚟嘅時候弊啦，做極都唔啱。但係問題係做唔啱咗，你又唔知唔啱咗邊度。所以我由之前我都係擔心啲咩咧，就係紅修女對於選擇地點好有要求，揀極都覺得好似唔啱咁嘅，真係揀咗好多嘅地方㗎。我喺度諗，哇，應該揀俾佢撈咗好多次嘅，揀到天荒夜老，喺度諗幾時先會有咧？但係哇，重一聲，原來紅修女已經係睇到個環境，睇到自己去視察，然後有晒一啲活動嘅流程。哇！當我見到嘅時候，我真係好感恩，就係好感恩，就係吸引力法則。當我哋想嗰件事去發生嘅時候，其實就係發生咗咯。係啊，係啊，因為紅修女對善意溝通咧係好有願景嘅，而且更重要咧，紅修女係親自去呢個地方咧去視察嘅，呢個真係不得了。因為其實我在2019年的時候，我在台灣辦那個9天的一個國際密集培訓營，有那個經驗，那是9天哦，係9天，然後呢是結合了不同的國籍，然後我們加上老師大概有60幾個人哦，至少有4到6個老師，那學員有男生女生。然後有不同的國籍，那這樣9天就泡在那個地方練習。可是我們也有安排有一天到那個鎮上去放鬆，所以在那個完全是離開那個市區的。那時候我們在挑選地方的時候，其實有很好的選擇。在台北市有一個很好的選擇，可是那個交通太方便了，反而會影響到我們的學習，所以我們就挑了一個比較遠離都市的，而且是交通不是很方便的地方，可是它是有點像個就是有點像那種培訓或者是一些機構可以住宿，然後到一個很好的環境裡面去培訓，有點在山上這樣子，所以整個那個經驗非常的好。所以9天反正你跑也跑不到哪裡去，那就好好的在那邊學習。所以呢，同樣十里蓮江就是遠離自己的家嘛，對不對可是又不太遠嘛，對不對？所以然後呢，在那個環境裡面交通也不是很方便，所以呢，在那個農場裡面。就在那邊泡個3天，然後吃喝玩樂都在裡面，學習都在裡面。相信這樣的3天的一個彼此的磨練，好像閉關修煉3天之後，一定會不一樣的功力出來了。雖然話咧個地方唔係話好方便出入啫，但係咧喺成個3日2夜嘅家庭營啦，包括大家可以詳細睇下我哋嘅報名，亦都可以喺善牧會嘅婦女互助中心嘅網頁咧，亦都擺咗喺一個報名表同埋一個內容喺度，好清晰嘅。同埋咧就係我哋嗰個活動上面咧，就係包晒所有會需要嘅車啦，同埋住宿啦，同埋係咪食宿都係包埋噶嘛？係啦，只係付一個價錢。而紅修女咧喺呢個費用上面咧已經諗得好清楚，幫大家諗埋。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周邊嘅一啲非暴力溝通啦，因為已經係一個國際性嘅愛的語言嚟噶啦。其實呢個價錢淨係上堂啊，上幾個鐘堂都已經唔係1000幾百嘅事啊。但係咧，我哋自己本身學呢個非暴力溝通嘅工作坊嘅時候，紅修女已經用一個好平民嘅價錢咧嚟到對待我哋，因為我哋知道紅修女咧真係去到內地嘅時候，一定唔係收呢個價錢，而喺呢個家庭營上面咧，亦都係諗到大家經濟上面啦，佢都諗咗好平，真係千零蚊就可以享受3日2夜嘅一個活動，亦都係完全係改善翻家庭嘅咁嘅溝通模式咧，係一生嘅。咁紅修女你又諗下，講翻你呢個理念咧，喺呢方面你又點樣同我哋講？即係想參加，已經想報名參加嘅人咧，再推廣一下。最主要的是說，那個
我们也要感谢那个中国金沙蛮赞助这一个家庭营的善意沟通家庭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大家才不用负担很沉重，所以能够让更多的家庭有机会在没有一个太大的经济的压力之下，能够享受一个学习又有玩乐的一个过程然后怎么去参加呢？那个就是说，我们欢迎对象就是我们欢迎就是有兴趣要改善自己跟家人的关系所以我们欢迎家庭来，还有个人本身自己也想要学习成长的，我们都很欢迎。那当然，因为我们也要考量到一个主办单位它是一个善牧会的一个妇女互助中心，所以我们考量到一些比较弱势的家庭，特别是单家庭，因为本身他们有些妈妈或者是爸爸带着自己的孩子，而且特别有些是青少年，然后真的搞得非常的累如果又加上沟通不好的话，那真的是一种双重的压力跟燃烧在那边，所以我们就会以他们为最大的先考量。然后所以我们本来我当初想要说办一个小小的营就好了，大概30几人后来我想说既然要办嘛，可以让更多人有机会，所以我就增加到50个名额是这样子。然后所以如果要报名的话，目前我们今天我也跟那个互助中心的主任然后也确认了，就是说目前因为我们那个报名还没有办法像那个 QR code 的方式因为我们还没有申请下来，所以还是要亲自到那个妇女互助中心那边亲自报名所以这个我们以后我们会有改进我们需要大家给我们一点点时間。是，我哋好有誠意去呢個龍松街，喺新馬路行上嗰條斜路嘅龍松街嘅婦女互助中心善牧會嘅婦女互助中心親身去報名嘅，呢個代表我哋對善意溝通嘅一個誠意嚟嘅，亦都好感謝洪修女啦，去幫我哋各方面嘅考量。咁除咗家長之外咧，就係兒青少嗰部分咧，就係7至17歲嘅兒青少，亦都係歡迎參加嘅。咁嗰個雖然我哋都有好清楚嘅活動啦，嗰個schedule 個時間表其實好清晰嘅。咁但係咧，我哋首先第一日咧就會係家長有家長嘅培訓啦，跟住第二日咧就係同時咧另一方面咧就係兒青少亦都有專人去導師帶領佢哋培訓。然之後第3日咧，我哋就一齊親自去享受體驗呢個善意溝通呢2日學習嘅一個成果。其實我已經係諗到好 amazing 呢個火花點樣去產生咧，我已經係腦裡面真係重複好多次，同埋喺洪修女嘅指導之下咧，我哋都會參與喺一個導師嘅一個帶領方面啦。咁我所以哋希望咧，即係好將我哋以生命影響生命嘅一道力量咧，去帶俾大家同洪修女一齊行呢個善意溝通嘅一個家庭型嘅道路啦。咁洪修女，你對我哋仲有少少乜嘢嘅指導啊？對於善意溝通係我哋嘅獲益啦，我哋點樣繼續去學習啦，甚至有家庭型方面，你有冇啲嘅補充呢？目前來說，我是覺得最主要是你有一個學習的心然後這是最重要的，然後願意開放自己，接受自己的有限，然後也要一個準備，就是我要被改變那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一個學習非暴力溝通最基本的一個態度。如果有這樣的態度學起來那你會收益很大。然後如果你本身就是有一些抗拒的話，那可能再好的大餐你吃下去也所無味覺得這個很基本的啦。然後心態的一個準備是很重要的。因為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學的有對非暴力溝通有些基本的認識，其實非暴力溝通不難，對不對？有很多的一些理論啊，像那個比較學術的那種理論的東西在裡面談了一大堆，只要講的都好像很有學問，然後結果還不懂
还是不知道怎么做。非暴力沟通非常简单，容易学习，只是要对自己要有点耐心，要不断的操练，然后也给自己一点鼓励，多练习，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尝到那种练习之后的甜头，因为你在当中你也不断的在净化自己，然后在净化自己的过程当中，你已经有很多的改变，那你整个内在也改变，然后你的周围环境，你跟别人的互动，别人看你的方式也都改变了。对的，这个必须要分享。那个甜头我是很甜的，我想分享，因为每个时间我们开直播都会有说一些家庭啊什么改变的除了我会影响到我的学员呢，其他家庭，其实我自己的收获最大。因为刚刚说了，我们学了刻意练习是必须的，但是刻意可能你会前期会有一些挑战，但是慢慢的对方会知道你在改变当中的时候，他们也愿意。那我最大的受惠者就是我的先生跟我的儿子，20岁的儿子，就是在他们我都是被他们2个去评判过我的一個就係話就是換廣東話，一個就是我老公就係話你可唔可以講嘢正常少少啊？我兒子也是這樣子，就是我開車的時候也是在說同你講嘢真係你可唔可以正常啲啊？你好似一步一步咁，我真係同你講嘢好辛苦啊！而說呢個時候我呢個做阿媽嘅打擊，跟住但係我就選擇，以前我就係會嘭嘭嘭，你鬧我，我絕對唔會輸俾你。但係後期咧，我就會冷靜，跟住我就顯示我嘅脆弱啦，就係我覺得好委屈啊，即係我都會話俾佢聽，其實我都唔係完美，但係我嘅選擇係因為我想同你有一個好嘅溝通。即係講呢番咁肉麻嘅説話，又要勇氣嘅話俾大家聽，唔係咁容易講啊！講嘅時候，你嗰啲喺度諗，講唔講？但係都好感恩自己，就係容許自己去釋放，容許自己去顯脆弱，同埋講出其實媽咪都需要你嘅支持咯。我需要同你，我想保持呢個溝通，令到我去進步，需要同你希望有一個更好嘅關係。咁隨住咁樣嘅時候，我一個人就搞掂咩？搞掂一個我老公，又再搞掂一個我個仔，然後嗰啲甜頭就係佢哋而家2個人，因為一齊咁大個，以前我會好擔心一個重組嘅家庭入邊，細個真係唔識，即係當我個仔仲細嘅時候，唔識溝通就係不斷地，我個心入邊有好多期望啦。我期望你識得同小朋友溝通啦，期望個小朋友你識得去尊重爸爸啦，期望你2個相處得好啲，唔使我夾喺中間噶嘛。咁但係原來我哋採取由自己去改變之後，其實而家佢哋夜晚2個人成日一齊去出街，成日一齊去打波、篤波、碌㗎喺度玩，然後即係可以好友善咁樣去溝通。所以我頭先講到呢啲甜頭嘅時候，可以話俾大家聽，你唔知道甜頭幾時嚟，但係一定係要我哋準備好一個狀態，由自己去改變咗先咯。咁你周邊你嘅收穫一定係你預計唔到嘅嘢咯。對不對？係啊，好開心啊！其實我我女 P 青春期，我都成日都講，我係呢段時間有一段時間係真係好差、好僵持。但我以前係唔識得去表達自己，係學咗善意溝通先開始去學習點樣去表達自己。以前都會話我為你好啫嘛。你做咩唔死？即係都唔聽人講嘅啫，即係咁嘅語氣同佢講嘢。但係嗰日我好無奈咁樣同佢講，其實我都係心痛你啫，我都知你好唔開心。跟住做咩心痛我啊？你講咩啊？即係我女嘅反應，即係當你示弱嘅時候，唔係話你講嘢係冇力量，而係你用咗另一個狀態、另一個力量去同佢連結啊！我哋叫做佢突然間就係將佢嘅情緒 cool down 咗，就話你講多次啲，佢好想我再講多次，可能佢真係未聽過呢啲甜頭。Debbie 咧都係㗎，最即係明顯係啲小朋友咯，係啊，
因為都會感染到啲小朋友，即係喺你身上用非暴力溝通嘅。咁佢哋本身都好容易即係發脾氣啊咁樣，或者佢想同爸爸溝通，但係爸爸唔聽啊，佢就我都唔講啦，佢都唔聽嘅咁。我話你試下啦，你試下講下你想你心裏面想要嘅係乜嘢，咁可能佢會聽咧。咁即係因為我自己試過，我真係講出嚟，你知道，咁人哋真係會感受到，咁佢決定要唔要滿足你嘅需要咧，係咁佢嘅自由啦，係咪？咁但係你唔講咧，人哋咪唔知咯。咁我咪鼓勵我個女去同爸爸講你想點，你慢慢講，唔使驚。咁佢可能有即係真係唔肯聽，或者唔接受，或者都會有俾咗心理準備佢先。但係你要鼓起勇氣講咗先。咁結果佢講咗之後咧，爸爸真係聽咯，我話 OK 啦咁。咁其實佢都會好 surprise 係，即係會有呢個結果，因為佢諗爸爸係唔會聽我講噶啦，唔會答應噶啦咁樣，或者唔會理我噶啦。咁佢一直咁樣諗，佢就避開唔同佢溝通。咁即係我就話鼓勵下佢，你一定要去表達自己嘅需要嘅，因為人哋係唔清楚、唔知你想點嘅。咁樣其實真係個效果會好好咯，即係自己學咗都會鼓勵下身邊嘅人去用點樣去表達咯，係啊。Debbie 真係有介紹阿 Cherry 啊，好多朋友嚟上過工作坊嘅。Cherry 記唔記得啊？同修女啊，不好意思，你再說一次。 Cherry 啊，應該係第二次初階嗰陣時啊，我介紹 Cherry 去參加呢個工作坊嘛。是佢都好大嘅改變啊。Cherry 對呢一個善意溝通，對佢嘅同佢嗰個家人嘅關係啊，係啊，個關係同佢個仔同佢個女嘅關係都喺我哋嘅 live 裏面都分享過。所以其實點解我哋咁堅持之前咧做咗10幾次個 live 咧，其實就係不斷去分享翻我哋喺紅修女帶領之下學到嘅善意溝通，加埋我哋一齊去睇呢本書嘅時候，點樣去重塑翻我哋自己嘅善意溝通生活。好多謝紅修女啦！我哋今次更加希望咧係嚟緊咧7月份嘅家庭營。7月幾多號啊？7月21、22、23，我哋7月21晏晝開始入營嘅。咁我哋就會係有專車係會送大家去我哋嗰個十里漓江嘅地方啦。咁到時咧具體咧就可以有個事務互助中心有個查詢電話，可以帶齊資料先至去報名嘅。咁所以亦都係雖然冇 QR code 啦，但係我哋都好方便，亦都係咧通過善意溝通咧嘅報名咧，我哋都要理解翻原來我哋都有好多實在嘅嘢咧，唔係因為科技而迷失嘅，我哋好多實在嘅嘢咧仍然存在喺我哋自己身體力行方面嘅。咁所以咧就好多謝紅修女今晚同我哋去解釋啦。大家有冇啲嘢再想補充？紅修女有冇啲嘢再想講？因為呢個機會真係好難得嘅，我唔知幾時仲可以請到紅修女同我哋做呢個直播。我想我分享一下哈，這個1個小時的一個經驗哈。那我覺得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也是在回顧我們一起學習非暴力溝通的一個經驗。然後從生疏到稍微有一點點進入情況，那也嘗到了那個甜頭哈，那也在生活當中去實踐它，那會覺得說啊，真的是這個東西幫助我們很大，對不對？我們是第一個受益者，那相對的我們的家人也跟着受益，對不對？好，所以我覺得很感謝先感謝自己，我們跟我們對這個東西的肯定，然後也有勇氣好去嘗試，然後真的在這個這是不容易啊，對吧？好，所以要先感謝自己，我冒了這個險，可是我收穫得大，對不對？好，先要感謝自己，是吧？對，好，係啊，當初都係又係為咗學習嘅啫。但係原來真係咁大嘅收穫咯。
係啊，係啊，而且你看要開放自己去學習非暴力溝通，也需要一點點小小的勇氣，對不對？因為要不斷的看到自己的有限、自己的情緒、自己的需要，這個是我們一般人不是很容易去接受這一塊的，是吧？所以這個需要有勇氣的，所以要先讚賞自己，給自己按讚，對吧？好。給自己按讚啊！大家都俾個 like 我哋喺平台啦。好啦，今日好多謝紅修女啦。咁如果之後咧對報名呢方面或者對善意溝通、非暴力溝通有啲咩查詢咧，都可以 inbox 我哋素養培育及發展協會啦，或者向家庭型善意溝通家庭型婦女會事務會、婦女互助中心查詢嘅。我哋有擺低個電話同埋平台，亦都有推廣嘅一啲文件啦，大家都可以細心再睇翻嘅。咁多謝大家啦，亦都希望大家今晚開始啦，好好對待自己，俾自己一個 like。拜拜，拜拜，拜拜。